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Lisa。寒天到啊，是毋是变足寒诶？我个人是介讨厌寒天啦，因为我身体较虚，一到寒天就较容易感冒，而且我诶骹手嘛会冷吱吱，即马就是所以逐个寒天诶时阵呢，一定爱保重身体。出门诶时阵一定爱穿好烧，亲像内底卫生衣、卫生裤着爱穿，外口诶碰西衫，阁有外套嘛爱穿好好。另外嘛会当戴帽仔、下暗巾、甲挂手套。安尼规事穿起来着介烧啊嘛，较袂感冒。好，咱伫厝里毋免穿遐济啦，至少手套、暗巾、甲帽仔，抑阁有外套会当脱掉。若是伫厝里会寒，咱烧气会当加开落，嘛会当去浸骹、浸烧水。另外，嘛会当炖补、食补、啉骨鸡汤、补汤来补身体，亲像麻油鸡、姜母鸭、油马路、鸡汤，就拢是真好诶选择哦。好，咱刷落来复习今仔日讲到诶词。寒天，嘛有人讲寒人甲冬天，冷吱吱，卫生衣、卫生裤。碰西衫、外套，另外嘛有人讲袖仔、帽仔、手套、暗巾，嘛会当讲围巾、烧气、浸骹、浸烧水、炖补、食补。好，以上就是几种伫寒天会当保暖的方法。毋知影大家伫寒天拢是安怎穿几领衫裤，食啥物料理呢？甲我分享一下，我来叫阮阿母煮互我食。我是Lisa，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介意我影片的话咧，我会一把起赞歌来分享出去。也袂电话观众朋友咧，嘛会一把起只电话咧，去拍拍小铃铛，按下上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会即Lisa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甲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